好啦，咁喺呢度講下咧，台灣原住民粵語文化藝術團嘅歷史背景好唔好啊？好啊。咁啊，你知唔知呢個原文化藝術團啊？佢喺1990年嘅時候已經創立咗啦噃。哇！喺換之差唔多20年嘅年頭㗎。係啊，真係18年嘅歷史啊，非常之耐啊！咁佢咧亦都為咗呢個宣揚台灣嘅原住民獨特嘅文化，去咗世界各地去不斷嘅展出啦，同埋個示範嘅。好似今次咧就嚟到我哋澳門啊！好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欣賞阿里山高山青。好，唔該晒。咁我哋咧就係編咗呢一首咧咁好聽嘅歌曲咧，大家咧都耳熟能詳噶啦。咁啊都與此同時咧欣賞埋呢個阿里山嘅高山青嘅舞蹈。咁接住落嚟咧，哇，又係嚟自台灣嘅一班女孩子咧，同我哋跳出嘅呢一隻舞蹈叫做阿里山禮讚喎。